半年前我就感覺到我嘅眼睛點解視力越嚟越差，睇嘅嘢又好細，而且又怕光，睇到太陽又覺得好殘眼，晚黑睇到燈光又覺得好唔舒服。醫生講我有白內障、青光眼。過咗冇幾耐，我個眼睛有好多個飛點飛嚟飛去，對我個生活影響好大。我就去買明目清，飛蚊症好似好咗好多啦，飛點又少咗，而且日頭出門呢又變得唔係好怕光啦。我食咗明目清，由2005年食到今日，日日都食㗎。1888 988 5188